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13，箴言15章33节安尼讲：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教示，谦卑就是阳光的大星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敬畏你，通得智慧，就着大声谦卑家己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爱怜悯的全能的天父，我满心敬拜你，因为你是万有的主宰，你是智慧甲知识的源头。主啊，你的道路完全，你的判断公义，你的慈爱线到永远。愿感谢你，伫每一日用稳定扶持阮，逐时逐刻用信息引带阮，互阮伫你的话语中得到生命的光。主啊，伫你的同在中，阮享受真正的平安。伫你快乐的帮助，阮通赢过一切的困境甲苦难。主啊，愿感谢你时刻的引带甲带领，也用你带领的手，靠阮行人生的路。主啊，愿每一世人尊重你，也要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教示，互阮荣耀你的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